第20课，第70:02，圣餐食了的时，耶稣甲伊的学生出去，引起一个园，叫做70:02园。70:02离开耶路撒冷无真远。耶稣甲伊的学生也捌常常去70:02祈祷。70:02有真侪丛真水的树仔，今仔日遐的树仔还伫70:02。耶稣甲伊的学生入70:02的时，伊叫因伫遐听候伊。耶稣甲因讲：恁伫遮听候我，我要溜仔进前祈祷。耶稣的学生伫遐听候，耶稣溜仔进前，伊带3个学生，就是彼得、雅各甲约翰溜仔进前一步。以后，伊叫彼得、雅各甲约翰听候伊。因为伊要搁溜仔进前祈祷，耶稣叫因3个就谨慎祈祷。彼得、雅各甲约翰要听候的时，就困去。伫园内有一个真大条的石头，耶稣去遐拍卖，伊拍卖祈祷。耶稣拍卖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若会用得，就互这个杯离开我。伊讲几若摆。若会用得，互这个杯离开我。耶稣知影伊要互人杀死，所以伊安尼祈祷，讲若会用得，互这个受艰苦的杯离开我。耶稣再三再四祈祷讲，若会用得，互这个杯离开我。耶稣起来去看彼得、雅各甲约翰，迄3个学生在困。耶稣甲因讲：恁安怎袂通甲我顶线祈祷一时啊？耶稣转去石头的所在，搁拍卖，伊的心真艰苦。伊拍卖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若会用得，互这个艰苦的杯离开我。以后，耶稣起来，搁再去看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因拢在困。耶稣搁一摆进前祈祷，一摆伊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愿你的旨意必成。这个杯若未用得离开我，我若着啉，就愿你的旨意必成。了后，耶稣起来，甲21个学生讲：朋友啊，起来，时到啦！我就是个治人的手，我受艰苦的时到啦。耶稣要在讲话的时，犹大甲规阵的人甲面顶来。犹大进前定我耶稣就甲伊针。耶稣讲：犹大，你用真喙骂我吗？面顶进前掠耶稣。耶稣的学生拢离开伊走，因走，因为因真惊，因爱救因家己的性命，因惊写的面顶，所以学生就走。耶稣无有朋友甲伊伫咧，只有耶稣甲伊的对敌伫遐。